準備發達啦。由而家到2026年尾，你屋企有3個位，只要先執乾淨，再擺好一碗清水。喺傳統風水講法入面就有引水聚氣，提醒財水入庫嘅意思。第一個位，你每日返屋企一定會經過，但好多人偏偏將爛鞋、紙箱同濕雨紗全部塞喺嗰度。第二個位，直接反映一家人啲錢入咗屋之後，究竟留得低，定係轉個頭又洗清光。至於最後一個位，同你每日點樣揾錢交數，睇銀行月結單同埋作出財務決定有關。好多香港家庭明明收入唔算差，但一年做到晚都冇錢剩，問題往往就藏喺呢個位置。不過大家一定要聽清楚，清水唔係有位就可以亂擺，尤其係床頭、廁所門口、爐頭同拖板附近，擺錯咗唔單止聚唔到財，仲可能整濕地板、惹蚊，甚至增加家居危險。今日我會逐個位置講清楚個碗應該點揀，啲水要倒幾滿，幾耐先換一次，仲有5個最容易擺錯嘅地方。最後嗰個禁忌，好多香港細單位日日都中，但大部分人完全冇為意。你如果希望由而家開始啲錢有路入屋，入咗之後又留得低，可以先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財水入庫。呢4個字唔係咩咒語，亦唔係話打完幾個字，聽日個銀行戶口就會無啦啦多咗一筆錢。佢只係提醒自己，財運嚟到之前，屋企要有地方承接，個人亦要有能力將辛苦揾返嚟嘅錢守住。正式講3個位置之前，首先要拆清楚一件事，點解傳統風水成日將水同財拉埋一齊？老一輩成日講山管人丁水管財，呢句說話唔係叫你屋企放滿魚缸，亦唔係見水就等於見錢。水真正代表嘅係流動交換、匯聚同承載。一個家庭每個月有人工入，有租金入，有退休金入，亦有供樓、交租、買餸、交通同醫療開支。錢本身就好似水咁，完全唔流動，日子過唔到。但如果流得太急，啱啱入戶口就即刻清晒，收入再高都只係過手財。所以今日講嘅一碗清水，唔係靠碗水本身變出財富，真正有用嘅地方係借住呢碗水，提醒你定期檢查屋企邊度最亂，邊度最容易漏財，邊啲問題拖咗好耐都未處理，水保持清澈，提醒你啲數要清楚，水面安定，提醒你做決定，唔好亂個碗冇裂冇崩，代表辛苦得返嚟嘅資源要有完整容器承接。你願意定時換水，就等於逼自己定時整理一次環境同財務。有啲人一聽到家居風水就即刻拎指南針，問究竟要擺東南定西北。真正仔細睇一間屋，當然要考慮屋向格局同住邊啲人。但如果連你間屋個大門向邊都唔知，就一口咬定全香港所有家庭要喺同一個方向擺水，呢種講法反而太求其。今日教你嘅3個位置唔係死守一個方位，而係根據屋企3個最重要嘅功能去判斷。第一個位置負責接財，第二個位置負責留財，第3個位置負責理財。3樣嘢連埋一齊，先係一個家庭完整嘅財運。第一碗水應該放喺大門行入屋之後，玄關內即一個乾淨穩定嘅斜角。留意，唔係擺喺大門正中央，亦唔係將個碗擺喺地下俾人踢。你企喺屋企門口望入去，睇下左右兩邊有冇一個細櫃、鞋櫃頂或者靠牆嘅窄台。呢個位置最好唔阻住開門，唔係主要行路位。附近冇濕雨紗，冇垃圾桶，亦唔會因為大門一開，陣風就將水吹到周圍落。符合呢幾個條件先可以考慮放第一碗水。玄關點解咁重要？因為屋企每日所有人同外界嘅接觸，第一站就係門口。你返工帶人工返嚟，做生意帶消息返嚟，仔女返學返工，親友上門速遞送貨，全部都由大門進入玄關。好似一間屋嘅喉嚟入口塞住氣流，人流同日常生活都唔會順。但你而家諗下，自己屋企個門口係咩樣？係咪一開門就見到幾對着到甩皮但又一直唔肯掉嘅鞋？網購紙箱一層搭一層，每次都話聽日先拆，最後擺咗成個月，雨紗用完濕淋淋，隨手就塞喺牆邊，環保袋掛到門後成座山。真正要用嗰陣，又永遠揾唔到合適嗰個。有啲家庭仲會將未拆嘅貨、過期宣傳單張、冇用鎖匙、舊電池同埋幾年前搬屋剩低嘅雜物全部堆喺玄關。每日返屋企第一眼見到嘅就係一堆未處理嘅問題。如果門口本身係咁，你擺10碗水都冇用。第一步一定唔係買碗，而係清位。爛鞋要掉，空紙箱要拆，濕雨衫要晾乾，過期單張同冇用收據要處理鞋。櫃唔需要完全冇鞋，但至少要整齊到一開門唔使跨過號。
等個位置真正清爽之後，先揀一隻細身穩陣、個底夠平嘅陶瓷碗或者厚身玻璃碗，水倒7成至8成就夠，唔好滿到一喐就煞。個碗最好擺喺高過膝頭嘅個櫃面下面，囤一塊乾淨托盤，避免水漬整壞木櫃。有啲人會問，第一碗水需唔需要加硬幣、加鹽、加水晶，或者放張符紙落去？唔需要，普通清水已經夠。你要嘅係清，唔係越多嘢越好。屋企本身已經夠多雜物，仲要喺碗入面放一堆自己都唔知有咩作用嘅東西，只會令件事變得更加複雜。以前有對住觀塘嘅夫妻，兩個人都有返工，收入加埋唔算少，但每個月去到月尾就話戶口冇錢。丈夫覺得太太網購太多，太太就話丈夫食飯應酬，一餐使嘅錢夠佢買幾樣家用品。兩個人每次講到錢就互相數對方，講完仍然冇人知道啲錢實際去咗邊。有一次佢哋影低玄關張相，先發現門口堆住10幾個速遞箱，當中有2盒重複買咗嘅清潔用品，3件尺寸唔啱但一直冇退嘅衫，仲有幾件買返嚟之後連包裝都未拆。夫妻兩個原本一直以為屋企冇錢淨係因為大環境差，人工唔夠高，真正拋開嚟睇，先發現好多錢並唔係花喺必需品，而係花喺買完自己都唔記得嘅東上面。佢哋花咗1個星期日將門口全部清理好，之後先放一碗清水，每次換水都順手檢查玄關有冇又多咗個紙箱，有冇新買返嚟，但完全用唔着嘅貨3個月後佢哋冇突然中獎，人工亦冇即刻大幅增加，但信用卡單真係低咗。更重要嘅係兩個人第一次睇得清，原來家庭財務好多時唔係留喺一筆大錢，而係留喺每日100幾十，自己又冇為意嘅消費。第一碗水代表嘅就係收入同機會進入屋企之前，你有冇能力分清楚真正需要同一時衝動？門口一亂，人返到屋企個心都會燥，個心一燥就容易見到咩買咩，覺得使少少冇所謂，每次都係少少，一年加埋就唔係小數目。不過玄關只係負責將財帶入門，有收入入屋唔代表一定留得低。好多人工作穩定，每月都有糧出，但一到月尾戶口照樣乾塘。真正決定啲錢可唔可以停低係第二個位置。第二碗水應該放喺客廳一個穩定嘅聚氣角，你唔需要拎羅盤，企喺客廳望一圈，揀一個唔係主要通道，唔會成日有人撞到，背後有實牆或者穩定櫃身，光線唔好太暗，附近又唔係垃圾桶、掃把、地拖同冷氣滴水位嘅地方。比較常見嘅位置可以係電視櫃其中一邊，客廳入面較穩定嘅斜角櫃，或者靠牆嘅細邊櫃。個位唔需要神秘，最緊要係穩定、乾淨同安全。客廳代表一家人日常點樣相處，亦反映大家點樣使用共同資源。原關係財入門，客廳就係財入屋之後有冇地方停。你望下自己客廳最穩定嗰個角落，係咪擺滿壞咗但一直唔掉嘅小電器？舊報紙搭到成尺高，過期藥同新藥撈埋一齊，親戚送嘅禮物明明全家冇人用，但又覺得掉咗好似唔俾面。仲有啲家庭會將銀行信、學校通告、管理費單、保險月結單全部塞喺櫃面，眼不見為乾淨。實際上每一件未處理嘅事都仲喺度等緊你一個家庭。如果長期習慣將問題塞埋一邊，就會慢慢形成同一種使錢方式。壞咗嘅電器唔收，最後又買入部新嘅，過期服務唔取消，每月繼續扣錢，賬單唔拆到逾期先俾罰款。兩公婆有財務問題唔講，直到戶口真係唔夠數先一次過爆出嚟。所以第二碗水擺之前，一樣要先清理個角落壞咗嘅嘢，決定收定掉過期文件要碎，藥物要分開，賬單要拆開。睇個櫃面唔使空到似示範單位，但至少要留一個乾淨位置，放一隻細碗同托盤。呢碗水同玄關碗一樣，7成至8成滿就夠，唔好氹大，亦唔好以為水越多財就越旺。一碗清水同大魚缸、大水缸完全唔係同一回事。大面積水體牽涉重量、濕氣、電器、清潔同埋住宅格局。未了解清楚之前，唔好因為聽到水管財就衝動買個大魚缸返屋企。今次講嘅只係一碗細水，重點係用佢建立一個固定整理家庭支出嘅習慣。最好揀定1日換水，例如每逢星期日朝早換水之前，一家人用10分鐘睇一次，今個星期啲錢使咗去邊？有冇一項服務重複扣款？有冇一張信用卡月結單快到期？
有冇一樣買返嚟之後一直冇用？有冇一筆下個月一定要俾，但全家都未預留？荃灣有對夫妻一講錢就拗，丈夫覺得太太日常開支太多，太太就覺得丈夫完全唔理屋企啲數，只係每個月俾一筆家用，就以為所有問題都應該由佢處理。佢哋客廳一個角落長期堆住壞風扇，一部幾年冇開過嘅按摩機，仲有兩個人各自嘅銀行信。大家以為自己啲數自己清楚，實際上有兩個串流平台重複訂閱，一個健身會籍半年冇去，仲有幾筆自動續費。兩個人都以為對方會取消，後來佢哋清咗個角，擺咗一碗清水。每逢星期日晚換水，就用15分鐘一齊睇一次家庭支出。頭幾次一樣會拗，但慢慢由互相指責變成一齊揾邊度可以改善。3個月後，佢哋取消咗幾個冇用服務，整理好所有找數日，外賣次數亦少咗。每個月剩低嘅錢未必多到可以即刻買樓，但至少唔再完全唔知去咗邊。更重要嘅係，兩公婆開始覺得自己係同一隊，而唔係一講到錢就變成兩個敵人。第二碗水代表嘅就係家庭共同資源有冇被好好管理。所謂留財唔係將所有錢鎖死，一蚊都唔使，而係大家知道錢用咗去邊啲支出值得，邊啲支出純粹係習慣性流走。玄關乾淨，客廳有秩序，只係減少混亂。第3個位置先真正掂到你點樣揾錢，同埋有冇能力將收入變成積蓄。好多人日日話自己忙到冇停手，但一年做到晚，個戶口仍然冇底。問題好多時唔係唔夠努力，而係工作同財務完全冇一個固定位置。第3碗水應該放喺你平時工作處理賬單或者作出財務決定嘅地方。有書房嘅人可以揀書台左前方或者旁邊一個穩定側櫃，冇書房亦唔緊要。你平時係咪喺飯台一角開網上銀行，睇信用卡月結單、交管理費、整理保險文件？退休人士亦一樣即機用，平時處理醫療單據、退休金信件、銀行文件或者屋企重要資料嗰個位置就係第3個位。呢碗水唔好擺喺書台正中間，更加唔好貼住電腦拖板、充電器同插蘇，最好放喺左前方或者旁邊櫃面，同所有電器保持一段安全距離。點解呢個位咁重要？因為好多家庭並唔係完全冇收入，而係財務資訊散到周圍都係銀行信。今日擺鞋櫃，聽日放飯台，後日塞入抽屜。信用卡幾時找數靠記憶，保險文件要用嗰陣先翻箱倒籠。做小生意嘅人，私人開支、貨款同公司戶口拉埋一齊，財務資訊一散，判斷就容易錯。你唔清楚真正有幾多現金，就會高估自己使得起幾多。你唔知道每月固定支出，就會覺得遲啲總有辦法。你連幾張卡幾時就找數都唔清楚，所謂聚財只會停留喺口號。第3碗水最重要嘅唔係每日望住佢求財，而係每次換水都順手完成一件財務小事。今日取消一個冇用嘅訂閱，聽日整理一張信用卡月結單，下一次將一份拖咗好耐嘅保險文件歸檔，再下一次檢查銀行有冇一筆自己已經忘記咗嘅自動轉注。每次只做一件，唔需要一晚處理晒成頭家所有問題。但如果你每日或者隔日做一件，半年加埋已經係100幾十件。你每次少漏一筆，少拖一件，少做一個衝動決定，累積落嚟就係真正嘅財。深水埗有個做小生意嘅男人，成日話自己冇時間買理數、貨款、私人卡數同屋企支出全部拉埋一齊。生意好嗰陣，見戶口有錢就覺得可以使客人一齊找數，佢就突然周轉唔到。佢將工作台亂到連原子筆都要揾幾分鐘，左邊係未開嘅信，右邊係幾個充電器，中間仲放住食剩嘅杯。每日真係好忙，但好多時間都浪費喺揾文件同埋處理本來可以避免嘅錯漏。後來佢清出一個固定位置，放咗一碗清水。每晚收工之前，佢望一眼碗水就問自己3件事：今日有邊筆應收款未追？聽日最重要嘅收入工作係乜？今個星期有冇一筆開支其實可以避免？幾個月後，佢唔係靠碗水突然發達，而係終於將私人同生意賬目分開，開始定時追數，亦唔再見戶口有錢，就當全部都可以使。最明顯嘅改變係佢每日冇以前咁失控，忙依然忙，但知道自己忙緊，乜亦知道每筆錢應該去邊。所以第3碗水代表嘅係財務主導權。真正旺你嘅唔係碗水識得變錢，而係你每次見到佢都記得處理一件拖延咗嘅財務問題。等到年尾回頭望，你會發現最實在嘅財神原來係自己終於肯面對啲數，
3個位置講完，而家再講個碗同水應該點揀。呢部分好多人最容易做錯，以為越貴越靈，越大就越旺。其實細細隻碗已經足夠，陶瓷或者厚身透明玻璃都可以顏色，唔需要執着。最重要係完整乾淨，冇崩邊冇裂紋。屋企本身有合適嘅碗可以直接用，完全唔需要特登買幾百蚊一隻嘅所謂聚寶碗。一次性膠碗太輕，容易翻亦唔耐用。金屬碗長期放水容易有水漬，清潔亦麻煩。最簡單穩陣就係陶瓷同玻璃，水都7成至8成就夠，太少容易蒸發乾，太滿一喐就生活都係一樣。做任何事都要留少少餘地，每個月將所有收入使到一滴不剩，表面好似計得啱啱好，實際上一有突發事就完全冇路走。至於幾耐換一次水，香港天氣熱，濕度又高，如果位置容易有塵，最好每日換。環境比較乾淨，最遲2日都要換一次。一見到水面有塵變毒、有昆蟲或者有異味，就即刻倒走。唔好覺得放得越耐，吸收嘅財氣越多。死水只會反映你連最基本嘅整理都冇做到。舊水直接倒入洗手盆，跟住洗乾淨個碗，再倒新水就得。唔需要飲，唔需要用嚟洗面，唔需要四圍攤，更加唔需要話啲舊水吸咗衰運。倒嗰陣要做咩儀式越簡單，越容易長期堅持。有人會問3個位置係咪一定要一次過全部擺？唔一定。你如果本身工作忙，成日唔記得換水，寧願先散一個最亂嘅位置，做起門口亂就由玄關開始。兩公婆成日為錢拗，就由客廳開始。自己一直逃避賬單，就由第3個位置開始擺一碗，而且照顧得好過3碗一齊變毒。跟住要講5個千祈唔好亂擺嘅位置。頭幾個可能有人估得到，但最後嗰個係香港細單位最常見亦最危險。第一個唔建議擺嘅地方係床頭同枕頭附近。有人話睡房放水可以吸走負能量，改善睡眠。實際上半夜摸黑起身，一伸手就可能打翻水掣入床褥。木櫃同地板容易有濕氣同霉味。睡房最重要係安穩、乾爽同安全，冇需要額外加一碗水。第2個位置係廁所門口同馬桶附近。廁所本身已經喺屋企最多用水同濕氣嘅地方，再放一碗水冇必要，亦容易被清潔用品污染。唔好以為水越多財就越旺，用水位置太多反而更加難保持乾爽。第3個位置係爐頭、煮食位同熱源附近。廚房有火、有油、有蒸汽，仲有電器。將水碗擺喺爐邊，首先唔係風水問題，而係衛生同安全問題。水淋到熱油或者個碗受熱爆裂，都可能整親人。好風水一定以安全行先。第4個位置係窗邊暴曬位，冷氣機下面同埋容易跌落嚟嘅高櫃。窗邊有風，水面長期喐灰塵同昆蟲，亦容易落入去。日光暴曬會令水溫升高，變質更快。冷氣機下面可能滴水，到時碗入面係清水定污水都分唔清。擺喺太高位置，一旦跌落嚟，亦有機會整親人。第5個位置亦係最重要嗰個，就係拖板、電掣、插蘇、路由器、電腦同充電器附近。香港好多地方細，書台一邊係電腦，一邊係電話充電，中間仲插住幾個拖板。有人見到台角剩少少位，就將水碗塞落去。呢個唔係聚財，係增加漏電同短路風險。水同電一定要分開，冇安全位置就寧願唔擺。屋企有小朋友、長者、寵物或者本身行路唔方便，更加要將安全放喺所有風水講法之前。風水第1個原則從來都係住得安全、乾淨同舒服，唔係為咗一個好意頭，反而製造新問題。講到呢度，有人可能會問，既然一碗水唔會直接帶錢返嚟，咁點解仲要做？因為由而家到2026年尾，你真正要守住嘅財，唔止係人工同生意收入，仲有2種財。好多人平時冇當佢係錢，直到出事先知道有幾貴。第一種係收入財，人工、生意收入、退休金、租金、家用全部都係。呢種財最重要嘅未必係突然升得好快，而係有冇穩定性。有人1個月賺得多，但收入忽高忽低，心情同生活都跟住大上大落。有人收入普通，但知道每個月邊日有錢入，邊筆錢一定要留，反而生活更加安穩。玄關提醒你珍惜外來機會，客廳提醒你全家共同使用資源，工作位置就提醒你維持收入同賬目秩序，3方面清楚，收入先真正可以支撐生活。第2種係不漏財，唔漏財唔代表1蚊都唔使，而係唔好將錢花喺自己都唔記得嘅地方，自動續費、衝動網購、重複保障長期冇用嘅會籍。
朋友一句穩賺就跟住落場，全部都係現代家庭最常見嘅漏水位。有啲人日日諗住點樣多搵5000蚊，但從來唔肯花1個鐘睇下自己每個月無聲無息漏走幾多。真正聚財很多時唔係一下子搵多好多，而係先堵住幾個細窿。第三種係健康財，一場病一次跌倒，一個長期失眠都會影響工作、醫療開支同成家人嘅時間。你為咗慳少少錢唔做檢查，最後問題拖大，支出可能更加多。屋企地面濕雜物太多，長者跌一跤，成個家庭都要付出代價。所以清理玄關唔止係為財氣，亦係避免聽到。唔好喺電器旁邊擺水，係避免意外。定時換水，亦會提醒你留意屋企有冇潮濕。異味同發霉，身體守得住，本身就係一個人最大嘅財富。所謂財神入屋，唔一定係大門一開就見到有人拎住金元寶行入嚟。財神有時係一個新工作機會，有時係你終於取消咗一筆冇用支出，有時係兩公婆第一次坐低講清楚啲數，有時係及早發現一個家居問題，冇令小事變成大事。但有一個習慣最容易令成個方法完全失效，就係擺完一碗水之後覺得自己已經做晒，其他問題全部唔理。有人放咗碗水門口照樣堆滿紙箱，有人客廳擺好水，銀行月結單照樣唔拆。有人工作台擺住所謂財水，但每次朋友介紹投資，連條款都冇睇清楚就將啲錢放落去，咁樣個碗就算幾乾淨都幫唔到你水，只係提醒行動先係改變第一碗水，要配合少買一樣冇需要嘅嘢。第二碗水要配合全家定期睇一次支出，第三碗水要配合每次完成一件財務小事。三樣連埋一齊先叫真正聚財。仲有3種人，就算3碗水擺得幾靚，最後都好容易打回原形。第一種係一見到屋企清出空位，就覺得又可以放新嘢。玄關啱啱掉咗5個紙箱，轉個頭又網購6件貨返嚟，呢個唔係財氣入屋，係將自己間屋變成貨倉。每次想落單之前先問自己，屋企有冇同類物品，30日內會唔會真係用，買返嚟放喺邊。3條問題有1條答唔到就先唔好買。第二種係只肯執環境，唔肯面對啲數。有人可以將櫃面乜到反光，但銀行信照樣唔拆，信用卡只俾最低還款額，朋友欠錢又唔敢追。呢種表面整齊，實際個心仍然好亂。每次換第3碗水，就逼自己打開一封信，睇清楚一筆數，數字幾難睇都要睇，因為未知先最令人驚。第3種係屋企只有1個人努力，其他人完全唔合作。太太執玄關，丈夫照樣將鞋亂掉。丈夫整理賬目，仔女每次超支之後先返嚟求救。咁樣做一段時間，最勤力嗰個一定心淡。最好定幾條全家都容易做到嘅簡單規矩速遞紙箱，2日內處理。每星期固定1晚對一次家庭支出超過某個銀碼嘅家庭夠擺。先同屋企人講一聲規矩，越簡單越容易長期守。你亦唔好見到水面有少少塵就自己嚇自己，話係咪吸咗衰氣？香港開窗有塵，天氣熱有蒸發，全部都係正常現象。清洗換水就可以真正要做嘅，係睇下個位置係咪太近窗口，屋企係咪太多灰塵，定係自己太耐冇清潔。唔好一有問題就先諗係邊個小人害你。大部分生活問題都可以先由實際原因處理。如果你想做得有系統，可以俾自己7日。第一日影低玄關、客廳角落同處理賬單位置原本嘅樣，先唔好急住大執，睇清楚自己一直生活喺咩狀態。第二日直清玄關，將鞋子箱、雨傘同冇用雜物處理好。第3日整理客廳最穩定嘅角落，壞咗嘅電器決定收定掉。過期文件唔好再留。第4日固定一個處理銀行信、保險單同賬目嘅位置，以後所有重要文件都返去同一個地方。第5日揀碗同放水。第6日檢查所有自動轉訂閱同信用卡月結單。第7日一家人坐低15分鐘，講清楚下個月最大3筆支出係乜。7日之後再睇返第1日影低嘅相，你會發現最先改變嘅未必係銀行戶口，而係個人冇咁燥。返到屋企唔使跨過紙箱揾文件，唔使翻箱倒籠，兩公婆知道下個月有邊幾筆大數，個心自然定好多。心一亂，人就容易亂買亂借亂投資。心一定，先有能力等啱嘅機會。你唔需要一下子執晒成間屋，先揀一個最亂嘅地方。門口亂就由玄關開始，屋企成日為錢拗就由客廳開始。自己連啲數都唔敢睇，就由處理賬單嗰張台開始。第1日清一個櫃面，
第2日揀一隻完整嘅碗，第3日倒7成清水，之後每次換水都完成一件相關小事，做足1個月之後再問自己3個問題：屋企入口係咪比以前清爽？每月支出去向係咪比以前清楚？自己面對賬單同金錢決定時係咪冇以前咁逃避？如果3樣都有改善，呢個方法對你已經有價值。唔需要等天上跌錢，亦唔需要等親戚眼紅。真正值得人羨慕嘅係你屋企開始有秩序，兩公婆少咗為錢拗撬，手上終於有少少餘額，遇到突發事唔使即刻周圍借。最後再同大家重溫一次，第一碗水放喺玄關入門內，執一個乾淨穩定嘅斜角，唔好正對大門，唔好放地下，唔好貼住爛鞋同濕雨梳。佢提醒你財氣要入門，首先入口要通，消費亦要有選擇。第2碗水放喺客廳一個唔阻路、背後有實牆、附近冇垃圾同清潔用品嘅穩定角落。佢提醒你一家人啲錢要有地方停，支出要講清楚問題，唔好一直拖。第3碗水放喺工作或者處理賬單嘅固定位置同電腦、拖板同插蘇，保持安全距離。佢提醒你真正嘅財運來自收入有秩序，賬目有跟進，重大決定唔好心急，個碗要完整。水倒7成至8成，最遲2日換一次，水一浪有味有塵就即刻換，唔需要加鹽，唔需要加硬幣，亦唔需要買昂貴法器。床頭唔擺，廁所唔擺，爐邊唔擺，暴曬同高位唔擺，電器同拖板附近更加一定唔擺。揾唔到安全位置就寧願唔放。有人可能會話咁樣邊算風水，根本只係執屋同理財。但真正落到生活嘅風水，本來就唔應該離開人點樣住、點樣用錢、點樣同屋企人相處。屋企氣場好唔好，唔係淨係睇擺咗幾多法器，而係你一入門會唔會覺得舒服，屋企人講錢會唔會即刻鬧交，遇到問題時有冇地方坐低處理，水清唔清，只係表面。真正決定你由而家到年尾留唔留得住錢，係個家清唔清，筆數清唔清，同埋個心清唔清。而家你可以諗下自己屋企3個位置入面邊一個最亂，係一入門已經堆滿雜物嘅玄關，係放滿舊物同賬單嘅客廳角落，定係你平時一見到月結單就想推埋一邊嗰張台？可以喺留言區講低你最想先整理邊一個位。如果你希望由而家開始家宅清爽，收入穩定，辛苦揾返嚟嘅錢唔再無聲無息流走，就留低4個字：家宅聚財。願你由今日開始門口少啲雜物，心裏面少啲亂，收入有路入，支出有分寸，屋企人有商有量。真正嘅發達唔一定係突然有一大筆橫財，而係你唔再為每張單心驚，唔再因為錢同最親嘅人鬧到面阻阻，遇到事情嗰陣手上仲有一點餘地。當個家有秩序，啲數有交代，個心又定得落嚟，財運先有真正落腳嘅地方。